社会事要朝带来关心，业保红仔机的店有一寡无守规矩的情形。最近又有时代发觉机台内底有一寡不实的物件，店头嘛开伫咧学校附近，真烦恼会教歹囡仔大细。也毋过即马抑阁无法律会当管，标咧县政府按算要规定驻地条例来约束。来到头份，一间国小对面的叶红仔机店内底，机台内底除了有摆这个性感的内衫，也阁有按摩棒、海棍，连大人看到都感觉真歹势。可较免讲迄款心智发育还袂健全的国中小的囡仔知，家长嘛认为讲安尼真无妥当，管议员嘛讲安尼伤过喊啊。情趣按摩棒当做那个夹娃娃的东西十分的不当这个就真的有点夸张了。其实早期这个红仔机台内底拢是摆一寡容仔模的红仔面为主，不过为着要省民众来食，伫个内底就开始摆一寡3C 的用品甲幼儿的礼物。不过想袂到这个台主竟然伫个学区内底来摆这款限制级的违禁品，家长嘛烦恼讲囡仔还阁唔捌芳草，安尼会拖歹去。我不知道小孩子会不会进去啊，然后会不会他有用的对买了什么不应该买的东西。我们主要还是会看区域去摆。对啊，你叫学生夹这种情趣用品，他们也不会夹。其他台主嘛表示讲，其实伫学区内摆这个精色用品，嘛袂因为摆这款的就来提悬收入，所以呼吁这个业者就要自律。苗栗县政府表示讲，针对这款叶红仔机台，目前还阁无法通管，未来会对这个地方自治条例来甲规范管理。记者综合报道。